祝福各位寿星延年益寿，福杯满溢。教会特别以全年礼券来表达祝贺。第二，本主日下晡3点半，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6月份的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三，中执会公告，本会通过教会生活公约，甲教会大楼空间的管理以及使用办法。这拢有伫教会的内的群组会当来，互咱查询。第四，小会公告第一小项，本会通过聘请郭慧清姊妹为本会真爱林社区事工干事，任期对6月1日开始，敬请大岛原主祝福。第二小点，本会同意陈杰生执事来请辞第22届的执事职务。第五，本会6月7、8家庭探访暂停1摆。第六点，本会定伫6月7、9下晡3点到6点，以及6月16下晡3点到8点半，伫教会副堂举办幸福特会，邀请幸福小组的贝斯特参加。报名会当各小组长，请区长伫本主日以前整理名单交予办公室。第7点，本会定伫6月23日第2场的礼拜要举行洗礼式，同工第2、第3、第4场要做联合礼拜。要接受洗礼、健身礼、小仪洗礼，请伫6月13以前办公室来报名。无参加幸福小组者，需要参加信用个别课程1点钟。具体消息，合作社的专辑今仔日去出公差，暂停办理1摆。以上告解消息，请牧师。咱6月生日寿星，请起日，咱当中有啥物？咱兄弟6月你生日的咱唱歌甲伊祝福吼。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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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来同心为了因来祈祷。是阮听上帝，愿以主恩情将阮6月寿星的兄弟交托你，愿上帝你大大施恩祝福伊，互因日日领受上帝你满满恩典，日日欢喜，日日快乐，互因出入平安，入入平安，领受上帝你满满祝福，以因的恩情，愿上帝你祝福甲因支持。愿以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咱来告解消息吼，就是咱幼光幼儿园伫6月7时暗时6点半到8点，要办理亲子讲座，地点伫咱的副堂。题目是林北阮兜我厝的宝贝吼。讲师是苏新主任吼，伊是浩宏国小的教务主任吼。第二就是咱高雄中会办理全中会圣经模拟考吼，圣经的考试的范围是读到福音书吼。这圣经考试其实对咱拢有帮助，咱鼓励咱踊跃读圣经吼。咱有上年的，也有成人的，也有囡仔的，就大细汉囡仔拢有吼。国小的、高中的，拢有吼。幼稚园无以外啦，剩的拢有啦，老少咸宜吼。
考试的地点伫德和教会报名费用100块吼。但是你考试吼，若有着顶头前有奖金啦吼。所以咱若要报名进前，咱伫7月28进前吼，办公室报名。请咱儿童牧区的学生哦，向咱学生迄个儿童牧区的圣阳区长来报名吼。旧年咱儿童注意2、3个报名，3个报名成绩拢考诚好，100分的啦，99分的，97分的，3个拢安尼啦吼。所以咱油厂教会排序的吼，无弱的啦，拢强的啦吼。但是要强，就爱读圣经较会强啦吼。所以鼓励咱的兄弟吼，咱踊跃来考圣经啦吼。我相信毋那迄奖金吸引人啦，我相信考试考了，上帝会记伫你的心内诚做你的帮助吼。多谢。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早起要看的是伫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到第8节。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亚达瑟西王20年3月，有酒伫王的面前，我就敬酒予王。我平素伫王的面前，袂捌有忧闷的面色。王甲我讲：“你无破病，怎样面带忧容啊？这无别项，是你心内有忧闷。”我对安尼真惊。我甲王讲：“愿王万岁！我会立足昏蒙的所在，伫迄个城爬远，城门拢互火烧去。我检考无带忧容吗？”王问我讲：“你爱求什么？”对安尼，我祈祷天顶的上帝。我对王讲：“王若欢喜，你的奴仆若得到恩典伫你的面前，就求你找我去犹大，到我会立足昏蒙迄个城，我通过去伊。”迄时王后甲王三甲济，王甲我讲：“你要行的路站着偌久？什么时要转来？”王欢喜找我去，我就甲伊定着一个期限。我阁甲王讲：“王若欢喜，请用吊丝互我带去，交予我遐个总督，准我经过到犹大。阁用吊丝寄予管理王的手拿的官亚萨，甲伊互我查了，通做殿边营盘的门甲城墙，甲我所要住的厝的路用。”王就准我所求的，因为我的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以上愿上帝话帮助所有人。赞美，请上连线歌队。
讲到早起的题目是咱来去做生命的城墙，请阿牧师。来为我今年兄弟大平安。咱来起做生命的城墙。你知影城墙伊咧创啊？城墙就是你来去看迄个古早的连续剧，城墙就是保护百姓的安全啦吼。所以城墙的内面拢是住百姓，啊城墙外口咧，那伊过去的中国城墙外口搁一条护城河啦吼。就是城墙就是真做人的一个生命的保障。但咱做基督徒，咱来去做生命的城墙，就是用信仰来去做城墙。迄个城墙去做毋通要倒啊，爱用，对不对？爱用。既然要爱用，就要有用的条件。伫主前586年，南犹大国家受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侵略，入去到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全地。南犹大这国家的百姓，互掠去巴比伦做奴才。你知影，做奴才是真无自由的，因为叫你往东，你袂来往西的，你无自主权。互做奴才无尊严的。所以咱看到犹太人伫过来世纪中间，拢互外邦的统治下面来受管辖，百姓呢，互当作奴才，伊啊来管。整个的圣城，互巴比伦毁甲用要变白地啊！原本圣城内面的圣殿充满上帝的荣耀圣殿呢，却受毁，成做旁。咱看到巴比伦帝国对伫南犹大国家的吞打，但上帝却无袂记这群受压迫的犹大百姓。迄当时有一个统治者。这个统治者国名叫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国王叫古列王，伊是一个外邦的王。伊联合隔壁一个王叫大利乌，因两个王呢，就结合做伙，成做波斯帝国。这两个王分别是波斯甲马代。马代人甲波斯人联合起来，成做波斯帝国。要创啊？要推翻巴比伦帝国。咱看到南犹大国家的百姓，互国家受毁，百姓受掠去做人的奴才。百姓伫遐互吞打真艰苦，上帝既然兴起这两个外邦的王，甲巴比伦帝国推翻，同时嘛拯救伫当时互一民互统治这南犹大百姓。咱看到古列王虽然是外邦的王，虽然伊毋是上帝的百姓。总是上帝嘛使用伊行上帝旨意，互上帝百姓因为安尼受拯救。弟兄姊，咱看到上帝这工毋但做伫信的人的身躯顶，上帝嘛要通过无信的人行入上帝旨意里面。这咧甲咱讲啥？以上帝旨意的中间，无论信甲无信，凡那上帝旨意的，上帝拢使用伊，代表上帝是全人类统管带领的上帝。
所以咱看到上帝既然使用这个外邦的王，成做百姓的拯救。所以当时南犹大的百姓要回到因的故乡南犹大耶路撒冷的时，因分3个阶段回到耶路撒冷。因第一阶段是啥？第一团由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回去耶路撒冷。将是第二团过80天了，80天哦，毋是8天，嘛毋是8个月。过80天了，由以色列来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第3阶段过13年后，由尼米带第3团回到受毁的耶路撒冷。然后这咱看到，尼米知影伊当伊国家被毁时、趴远的时，伊毋甘，伊家己国家受毁，伊艰苦流目屎。尼米就祈祷上帝，然后甲王讲伊的计划。伊甲王讲伊的心意，就是要回去伊的故乡来定起耶路撒冷城。了解。咱今日通过年历定起圣城，咱来学习什么？学习信用来起造生命的树。年米用52天起造圣城，了解？起厝嘛毋难52天的，你要起一个犯厝，52天敢起会起来？起袂起来呢？何况要起这么大的城墙，52天完成。这通我讲是一个无可能的任务啊！就是为什么尼米会通做到安尼？因为信用，因为信用的坚固，信用的信心来成就。所以了解，信用会当互你有坚强意志，带你往前迈进。所以，甲你隔壁讲，信用坚固会当帮助咱来，预备来。有影，信用坚固会当帮助咱。当咱看圣经内底尼米伫波斯帝国咧担任州政的时，州政听起来敢若是洗碗的吼，敢若服务生吼，无咯。这个州政这位呢，比服务生比洗碗的较高级的。为什么？因为伊伫王啉酒前，伊爱先啉呢。安尼王就啉伊的喙烂，有影呢。不过吼，伊毋是讲比王较大尾先啉呢，讲我先啉，你较啉，毋是。这个酒精呢是安那？有人要下毒来偷这个王的时候，这个酒精先啉，先死的是啥？然后先死的是伊啊。所以吼，这个毋是讲吼王啉伊的喙烂呢，这是讲吼伊替王先啖迄酒，迄个酒有毒无毒呢？所以伊通我讲是甲王足亲密的啊，甲足亲密的。除了红药酒以外，上会当影响王的决定的，就是酒政。所以你知影，酒政吼，这个位置是真有影响力的。就是你看，尼米无讲吼，我做酒政吼，尾拢翘起来，袂呢。伊无因为骄傲呢，伊无因为安尼滥用伊的职权。所以当尼米听到伊这流亡的百姓，犹大百姓，甲伊讲啊，尼米啊，我甲你讲哦，咱的故乡，咱犹大耶路撒冷城，去互巴比伦吞到用要变白地啊！咱所敬拜的圣城嘛毁啊！就是尼米无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走去王面前讲：王啊，我甲你讲吼，我要回去我的故乡啊！吼，我是该辞职啦！吼，我要做啊！吼，要回去我的故乡来救我的故乡的城墙。
无呢。这尼米要随去到王的面前，是甲王讨，讲伊要等于伊的故乡的。这尼米怎啦？反倒等伊大声来到上帝面前。咱看圣经内底讲啊，咱来看圣经，咱来读吼来。就坐在天口悲哀几六日，敬正祈祷伫天顶的上帝面前，讲天顶的上帝耶和华，只托通敬畏的上帝啊，守约行人来，伫听伊顺等伊改命的啊，我但求你，愿你爱讲听，目睭看，听你的奴仆，一碟日暝为你的奴仆。以色列来祈祷，伫你的面前的祈祷，认以色列人的罪，就是阮所得罪你的。我甲我老爸的家拢有罪，所以了解咱看到，伊求上帝爱讲听伊祈祷，以外又求，但你看伊的祈祷中间啦，我为着我的老以色列认罪，我甲我的老爸拢有罪啊，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祈祷时，大声啥？毋通求尔，你的态度真要紧。伊嘛上帝认罪，讲我一些人拢有罪啊。伊做认同性的认罪，毋是伊犯罪，是伊认同伊的故乡的百姓，伊为着因来上帝祈祷，认同性的祈祷。伊嘛讲，我甲我老爸拢有罪啊，所以咱看到伊来到上帝面前啊啦，祈祷上帝认罪祈祷，一真极悲谦卑啊。然后伊带着伊的望，讲上帝求你爱讲听我的祈祷。咱看这个真有权威、真有影响力的官员尼米。既然会当这么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可见这人真有信仰。所以咱看到伊来到亚达瑟西王的面前，伊祈祷。所以另外这咱知影，一领导者无在伊的能力强啊弱，在伊是毋是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屈家祈祷。这真正。你的强弱拢毋是真要紧，真要紧是态度。另外，这咱面对信仰的事，咱面对上帝的事，咱是怎样的态度？咱的态度有谦卑无？昨阮下晡伫阮兜咧做幸福小组的时阵，我有一个 best 伊是空军。官校的老师，伊有博士学位，会使讲阮即组学位上悬的，我个属意的博士学位啊。我讲吼，伊讲啊，博士啊，我通靠我会当突破我的困难。我讲吼，兄弟啊，有信仰甲无信仰差伫底。有信仰基督徒，伊毋是靠伊家己。伊会讲上帝，我能力无强，我只有靠你，只有你会当帮助我，只有你的气力会当成做我的帮助。啊，若无信仰的人讲靠我，只有眼中个我啦，伊家己啦。我讲兄弟啊，靠你，你的气力有多大？我讲一个会敢靠家己的人，这个人是骄傲。伊听我讲骄傲，伊怎有点无啥欢喜。讲我毋是批评你，我咧甲伊讲的是，你爱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你的能力。人无偌高啦，互你读到博士，嘛无偌高啊。虽然读博士学位无简单，总是除了学位以外，佫比学位搁较能力较强的，就是咱的上帝。所以另外这咱知影，韩国有一个牧师，伊写一本册叫做《屈家
口头起造的教会。这个牧师叫做郑必道牧师，有讲这个姊妹，伊这姊妹的年纪甲这地牧师的年纪差不多，就是这个姊妹愿意开时间伫上帝面前祈祷。伊对韩国的大邱的所在搬到首都首尔。这姊妹甲礼拜三甲牧师讲：牧师啊，你开拓这个教会吼，你有毋望你这开拓的教会的人数礼拜堂坐啊满无？我讲有啊，较会无。我当慢慢望这教会礼拜堂坐啊满。伊这个姊妹讲目屎。你要互你的目屎充满伫这个会堂内底，人就坐满。这个地牧师迄暝就开始通宵祈祷。伊讲：上帝啊，我虽然我目屎无法度充满伫这个会堂内底，不过不管怎样，总是会当充满伫我这个讲台吧。一个牧者抱着一个疼灵魂的心，伊上帝，伊上帝面前去加祈祷，用伊的目屎来祈祷上帝。咱看汉娜，汉娜伊无囝儿，伊受到极大的艰苦，伊互大某起笑，哈哈哈，未生。就是汉娜来到圣殿，伊啼哭。上帝祈祷，咱看圣经内底希西家王，伊得到无法度治好的病，伊上帝祈求祈祷。伊列王记下段20章安尼讲，伊甲上帝祈祷，你活得当甲我的百姓人均希西家讲，你的主大必的上帝也我安尼讲，我已经听见你的祈祷。看见你的目屎，看，我要医好你。到第3日，你要上去耶和华的殿。所以，然后这咱看到，这个圣经的人物，因拄到任何困难，因流目屎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特别咱看迄个郑必道牧师，伊用伊的骹头跪了祈祷。这就是咱的信用的功课。神学家乔治·穆勒，伊出世伫德国普鲁士。伊讲祈祷爱存着忍耐的心甲信心，直到上帝应允为止。然后这咱看到，咱的信用甲咱生活常常伊画帕拉肯，伊焦虑。有常常，咱互咱家己的软正较硬，咱无亲像尼米，咱有耐心，还有信心来开时间上帝祈祷。了解，你曾经捌为了什么代志来开偌济时间伫上帝面前祈祷无？一天、2天、1冬、2冬。是你祈祷3天，就讲上帝啊，祈祷了，我若甲祈祷3天啊，无应允啊，上帝啊，你到底有咧听无啊？了解，咱无够耐心，所以咱的内心的性命，咱的属灵性命，若无够信心甲耐心来上帝祈祷，咱会亲像围墙啊无？你有看过围墙啊？你闭了无？你闭的时阵，伊理，理拢毋是对对，你毋是一捆头仔饼，理拢是慢慢理，一块砖仔理，2块砖仔理，安尼往顶悬，理啊到规个无？像规个墙啊，怎放伊无？你捌看安尼无？有啊，伊迄理拢毋是一捆头仔理，拢是一时慢慢理，是你无注意，了解？这个讲咱要顶起圣性，圣性咧不断咧提醒咱的内心来重新起造，咱要时常注意咱的属灵的状态。咱有去
注意听上帝要甲你讲的声无？你有注意听到上帝对你启示的声无？所以了这，咱知影，尼米伊登记圣城，先要紧的是安那祈祷，祈祷，要有耐心，要有信心的祈祷。所以基督徒上大好的见证就是尊主最大。上帝，我祈祷无论偌久，我相信你是听祈祷的主。阿门。其实，我伫咱友商教会服侍，我背后有一个人，我信得过，我常常甲我的困难甲伊讲。这个姊妹是一个祈祷的人。我咧探访的时阵，有会友甲我头讲：牧师啊，你有啥物困难哦？你甲伊讲啦。毋是这个姊妹有通电的本领啦。我讲安怎？这个姊妹是祈祷的人，而且这个姊妹哦，伊的嘴足暗啦，袂凊彩甲你讲出你甲讲的代志。你牧师上惊啥物？我甲你讲了，则一个团、两个团，团到规间教会。安尼去了了，这姊妹喙真难。阮以前人伊哦，有一个笑话啊，这笑话嘛真的呢。哦，方长老，我甲伊讲一样代志哦。那你我甲伊讲，你莫甲人讲哦。我甲伊讲，你莫甲人讲哦。结果，阮以前伊定爱讲。我甲伊讲，你莫甲人讲哦。隔天啊，起床啊，目睭剃金去教室，全校拢知影。我真正，我甲你讲哦，你莫甲人讲。你看这姊妹伊的嘴真暗，所以我就听这你甲我建议，无说你有啥物代志，你甲讲。伊是一个祈祷的人。伊会点点为你祈祷，了解咱的信仰就是安尼。咱有时阵讲啊，我无闲啊，牧师啊，我无闲啊，甲祈祷，我食饭都袂赴啊，较有时间啊祈祷。了解，你甲你的生活的次数调整一下，生活的脚步调整一下。比如讲，你原本8点上班，7点起床，你会当调整到6点半啦，提早起床，起来。祈祷上帝，你嘛当利用中昼公司休困的中昼时祈祷上帝。时间是人的找啦，重点是尼米伊听起圣城期间，伊真需要毅力啊，信心、耐心、毅力。所以咱知影，迄个互咱的信心的溃败，是一点一滴。伊来吞食咱的信用。你今日毋莫来教会聚会啊，牧师啊，我即个月我甲你请假我都无闲啦，无时间来礼拜。啊，牧师啊，我即个月祈祷会我甲你请假啊，牧师啊，我即当甲你请假。哦，我甲你讲，你请假第一道，就请假第二道。请到第3道，啊好啦，牧师啊，我拢无用啦。莫怪圣经讲一句话，毋通停止聚会啊，因为会成做你的习惯。了解有影？一片围墙啊，若要倒落，若要起落，拢是对一片、2片慢慢逼。所以咱真紧，互咱的熟悉，互咱的无用来占满。咱甲上帝的时间，咱必须要学习尼米用信心、耐心祈祷，超出上帝规律。咱的内心爱定心起着什么？对上帝火热甲热心以及愿望。阿门。所以了这咱看到尼米伊有感动，要回来伊故乡耶路撒冷城登记圣城，伊甲上帝祈祷，伊安尼祈祷啥？讲主啊，
求你健康听你罗卜祈祷，甲遐意爱欢喜敬畏你的名，遐罗卜的祈祷，佮求你，互你的罗卜今日行通，伫即日的面，伫即人的面前得到稳定。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年米祈祷，总是祈祷伊祈祷偌久，一礼拜、一个月、2个月，而且咱是毋是有对上帝信仰祈祷有耐心的祈祷？咱是毋是有伫祈祷中间有犹豫？上帝，你有咧听祈祷无？你有听我祈祷无？了解咱无耐心，咱啊学习年米啦，耐心。甲你隔壁讲耐心，预备来。耐心，吼，人爱有耐心啊，人爱有耐心啊。所以，当有耐心的时阵，你就有信心来等待上帝。所以圣经记载，以尼米第2章第1节，咱看，头仔咱饭长老甲因所读的，亚达瑟西王20年3月，有酒政，有酒伫王的面前，我就敬酒予王。我平素伫王的面前，毋捌有忧闷的面色。然后这你看到，伊伫亚达瑟西王20年3月，其实你毋知影，伊伫王的面前有偌久。就是你若看华文的圣经，伊华文现代中文日本圣经讲4个月后，4个月后有一天，亚达瑟西王正在进晚餐。所以另外这。以华文的现代中文译本，伊圣经讲4个月后，讲上帝伫4个月中，伊即个酒政尼米，伊4个月中间拢倒酒予王啉。而且4个月中间，伊无为着伊故乡的代志有任何忧愁的面，但是4个月后的其中一天。亚达瑟西王有感觉到，这尼米怪怪哦，所以上帝互亚达瑟西王感觉到尼米伊心内需要，所以了解上帝伫伊时间启示亚达瑟西王，也是尼米伊内心的毋茫甲实际行动。所以咱看到伊这个尼米，伊知影这城。故乡已经受毁的时阵，伊伫王的面前咧倒酒的时，伊拢无任何的什么忧愁的面，是上帝互亚达瑟西王心内感动，主动去问尼米：你心内有啥物代志？所以然后这咱看到尼米伊内心的毋茫甲实际行动，伊并无走伫上帝面前的。伊用耐心、信心来等待上帝决定，所以你看，伊知影伊故乡的代志了。第一，伊无走伫王的面前去甲王讲，我的故乡安怎安怎，伊嘛无走伫上帝面前。上帝讲不管啊，我祈祷遮久啊，你拢无动作。伊还点点啊祈祷，是上帝主动互亚达瑟西王去对尼米讲话，是。上帝主动互王知，这啥？伊无伫上帝面前，走伫上帝面前啦。所以你这你会知影，当咧祈祷的时阵，人往往是安那，要用家己的行动，用家己的某一个来取代上帝。上帝有上帝时间，所以尼米啥点点啊，是上帝出手，上帝出手，就是。另外这，若是你敢会心内袂堪一等？上帝，我祈祷遮久啊，拢无啥物事，拢无啥物消息，不管啦，我上帝，我要安怎？你走伫上帝面前，咱千万毋通做对啊！所以有信心的人，伊的内心要等候上帝祈祷，上帝做工。
所以咱看到伫希伯来书第10章，你甲咱讲啥？咱来读这段吼，希伯来书10章第1节吼，咱做伙来读，预备来。信就是所毋望的实在，甲未看见事的标准。信就是所毋望的实在啦，你毋望的实在，啊未看见，总是安那？上帝因为你的信，啊未看见，啊未实现上帝成就，阿免。所以，另外者，尼米虽然啊未看见上帝和亚达瑟西王看见圣城的需要，伊依然用信心、耐心的等待上帝带领，不断祈祷，不断等待，不断祈祷，不断等待，等上帝开稳定的大门。所以，另外者，咱看到信心跟耐心真要紧。信心跟耐心真要紧。你若无耐心，嘛代表你无信心，因为你无对上帝无信心，你要家己做主啊。啊，你若有耐心，你就有信心，因为你会用信心持续保守。所以，另外姊妹，咱看到尼米伊祈祷4个月，上帝伊也做工。咱看到尼米伊行着安尼，伊约52天登起圣城，在人是无可能。就是你看到伊这祈祷4个月中间，用耐心、信心来祈祷。你看，上帝自然做工，上帝一撇较赢你做工做规世人，有影无？所以咱千万毋通走伫上帝面前。所以信心甲耐心真要紧。所以你要有信心，你嘛有行动。以雅各书第2章20节安尼讲，咱做来读预备来。歹势，未。雅各书第2章20节，咱做来读预备来。可见信甲行平平正人，可见个信对行来得到完全。信甲行平平正人，个信对信来对。个信对行来得到完全，所以另外这咱知影，行动甲信拢平平正，袂使有比行动头前，嘛袂使为信力，就是信甲行动拢爱三者。总是你咱咧做的时阵，你会拄到困难未？会啊！你做当代志拢有困难，甲你隔壁讲，咱做代志拢会拄到困难。尼米要等去去圣城，嘛拄着困难啦。你来看尼米第2章，你记载讲何伦人、甲占巴人、甲阿门人、甲多宾亚，听到有人要为着以色列大无利，伊这个人就安那真白白。所以咱看到第一批反对的尼米去圣城的，拢起反对的声，反对的声拢甲伊讲袂成功啦，将来无人爱做啦，好你爱做嘛袂成功啦，互你做啦，袂成功啦，拢安尼甲你泼冷水。就是另外这，你有对上帝持续的信心的仰望，上帝要将这困难刷走。我说讲，我家己见证。我伫新来毕业的第当抽考抽去屏东水底寮教会。迄阵我有一个感动，要邀请林家温兄弟去非洲迄个来见证。我的这8小弟带教林家温医生，带共教会，共一间教会。我的这8小弟讲，哥，我甲你讲林兄弟的电话几号我互你，我就。先卡讲，林医师，我想要请你来分享。我有时间去台北去甲伊拜访无？我去拜访。林医师讲，你啥打对非洲转来？伊讲，你要邀请去屏东水底寮分享，伊也毋知影水底寮对啦。然后伊讲，多好，到屏东林娘堂下要邀请伊，无安尼好啦。
我做一逝，莫我走上逝。恁牛肉肠啦、长老会啦、啥物吼，恁合出来做一逝，办一届。我讲好无？好啊，好啊。我就招阮隔壁排湾族的排湾中会青年部来办，招阮屏东中会青年部、教育部来办，招林牛肠的来办。我当要去办的时阵哦，阮的长老讲团队无可能，无啥遮尔啊来啦。咱屏东水底寮这偏僻，无人会来啦。讲你也知，袂啦，咱这偏僻，拢搞破冷水、破冰角。我讲袂要紧啦，就试看卖嘛。我就联络这单位来，咱来协调来开协调会，看要安办。哇，办起来了，你毋知安怎？迄青年培灵会对下早9点到暗时9点的，12点钟无停呢。对下早9点到暗时9点，坐满人，楼顶楼骹坐满满。第一场了吼，爱清场啊！你物件包袂使占位呢，爱较客起来，袂使占位啊！重新排队，搁重新入来，了解？安尼，对透早较透暗吼，会知影下晡暗时哦，拢有青年伊遐听连家阮的分享，因为伊呾对非洲倒来当作红嘛，但拢要想要听伊伫非洲的这见证。了解？咱看，上帝做工。当我祈祷的时阵，上帝互我真平安。虽然长老讲无可能啦，无几只鸟会来，结果迄长老就看者目睭，就要认落来。安那遮济人？了解毋是我教，是上教，上帝教。所以了解咱看到，面对早前的宣教师马介博士、马国医生、甘伟林牧师，因咧宣教，偏到对上帝呼召，坐船来到台湾，而遐宣教。伊毋是来到台湾拢顺遂呢，伊互破屎，互点石头。特别我要介绍甘伟林牧师呢，甘伟林牧师伫白河的白水街教会，伊遐要宣道，伊遐要传教的时阵，迄当时地方有一个罗麻叫吴志哥，这历史有记载。吴志哥呢，伊就安那，带地方的罗麻办会烧教会。这甘伟林牧师呢，为着无要互这罗麻用火烧死，伊就声东击西，等枕头用枕头，等窗仔另外一边，砰一声，人就往迄边走。结果甘伟林牧师往另外一个方面的窗仔怎爬出去，怎无互火烧死？了解，留下姊妹看。咱看上帝做工，毋是讲你要上帝做工，你就无任何困难。有啦，总是安那，你爱全然靠上帝，我靠主。所以咱的信仰，咱千万毋通互咱的软正赢过咱的信仰。咱毋通互咱的砖啊一块一块安那慢慢逼，慢慢逼，到我起到尾怎倒去？咱若互咱的生命慢慢起、慢慢起的时阵，迄就是罪啊！所以咱爱互咱的信仰赢过罪。有人讲牧师人人生无完全的啦，我嘛是安尼啦，以前安尼，以后嘛安尼。有人讲牧师我天生生性就爱啉酒啦，无酒会错啦，啉酒介毋好，听有无？啉酒介毋好，你听无吼？啉酒介毋好，毋通介啦，介毋好。伊讲牧师我生性这喙齿都爱讲营养话，我挡袂牢啦，小问题啊。了解？咱的人生拢有济济检验，拢有一寡软正的所在，对毋对？咱千万毋通互咱的软正赢过咱。咱有警觉性，互咱的信仰的迄个石头
一代一代伫上帝面前起做也好，起也好，起也用，要起也用，就是有信心、耐心，持续你甲上帝关系起做。所以了解，尼米伊迎接着这挑战时，咱知影上帝是啥物？上帝是改变人心，这是伊的专长。上帝是专门改变人的心的上帝。所以，咱若去，当有人要讲啊，莫改啊啦，莫改啊啦，迄无效啦，西成的袂改啊，这世人吼袂改啊。将生难改，本性难移啊！将生易改，本性难移啊！了解？你要相信上帝是改变人心，这是伊的专长。当你祈祷，上帝要改变你。第二，你要祈祷甲等待。信心不是凌乱的代名同义词，咱要有信心来等待上帝的做工。过来。咱当上帝旨意要受这刑讯，会拄到反对的声时，你要有祈祷甲祈守。所以弟兄姊妹，咱看，尼米用52天定期圣城。所以咱做工的时，咱要有智慧，自我评估。咱咧做工的时阵，咱来评估什么代志较要紧，什么代志无要紧。咱有做工课顺序，有顺序就是有智慧啊。过来，咱有耐心等待仰望上帝。上帝有上帝时间，上帝感动你当时做工，你就也顺着上帝意思来做工的时阵，你就看到上帝的工程。所以，你话这真侪人、真侪信徒对上帝耐心无够。对上帝信心无够，总是只要失去的仰望，我相信你的等待、你的陪伴、你的听从，上帝会一步一步引带你。所以圣彼得牧师伊讲只有我变小，上帝才会显做大。我死了，圣神才会活的。我全然的谦卑等候，信心做工才会兴旺。所以，伊讲我死毋是人巧伊，讲我全然的死，就是讲我用我的软正，互我软正死，信心才会活。你莫互你家己做主，互上帝做主。你全然的谦卑等候，信心做工会兴旺在中间。所以，尼米用谦卑，我靠上帝予伊的智慧甲气力，用52天定期圣城。最后牧师讲，咱做伙来定期咱属灵生命健康的城，咱毋惊撒旦的攻击，互咱的属灵生命成做咱个人甲教会的祝福。阿门。所以你的城爱起来用，但是你的每一个砖啊、石头爱贴好。贴好啊，稳固。你要时常注意你的城有啥物变化，有咧变无？有互软正赢过你无？过来，你要常常互伊咧空定中间仰望主、祈祷上帝无？互你的城起做用，你要用爱困读圣经，爱困聚会，困学师，3困啊，困圣经。困读上帝话，困祈祷，困聚会，困学师。你要3群啊，当你因困，你的圣城就会愈起愈勇。阿门。真侪人知影牧师，伊即个月底要带10个兄弟去印尼底宣地。真侪兄弟知影讲牧师啊，我为你奉的，我真感动。就是有比奉的更较要紧的、较挑战的啥？人的心啊，人的心会扣我的动心的，真要紧。人的心，所以伊这中间嘛有足侪声音。牧师啊，你着爱安那你啊吼，讲好，听好，讲好，但是我无爱得罪你啊，我听好，
我放伫祈祷中，上帝你做工。所以，即个月要启动，真侪代志要做。我甲阮的团员讲哦，咱的工课真侪还未做，下晡哦要录音嘛。印尼迄边甲阮讲哦，你演布偶剧哦，你演布偶剧哦，爱用印尼的话讲啊，哇，印尼话啦，我会讲。英文我会啦，印尼我袂啦，啊要叫上来，叫印尼学生伫台湾读册，学生来录音，啊录音了你演的时阵你听无对不对？你爱看稿啊，看中文的剧本啊，背啊识啊，你较知当时要演啥对不对？啊无你听有，你也听无啊，你要演啥，然后一身菜呀，拿插头啊，你看这挑战来啊，所以牧师要讲。年米52天的起做信息，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就是以上帝凡事可能。阿门。咱有上教的上大特色，爱祈祷。咱有早祷，咱有祈祷会，吼，咱有陆续的祈祷，咱爱常常祈祷，恳求主帮助咱，互咱的信仰会当我靠主，你的城愈起愈稳。愈坚固，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圣城会当因为阮对主的信心、耐心甲行动三个定候。主，阮知信仰无互阮的软者赢过咱，阮的信仰无互阮的罪来侵略阮甲你的关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时刻警醒伫你面前，互阮时刻以主面前来祈祷。主，互阮温困读圣经，温困聚会，温困服侍。伊迄中间，互阮的圣城，互阮的生命的城，会当起做稳固，互阮得主你所欢喜，互阮的教会因为阮的服侍来得主你欢喜。愿主你施恩祝，听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咱起立吟全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敬重主教就是伊，先主所算是在宝贵，给人显会归第一，阳光向下落寞归去。坚信心个被要义，完美真理圣殿祈祷，求你感恩万恶路，求主是求听人温和，欢喜言语万求他。你耶稣好，将我在这，求你保守眼无体，只先求主降临回调，求你是我转回中，稳定小小万民当用。无含量，通的冠冕，地里手中，阳光无辉阳无光，我老记住先辈兄弟，感谢圣经来感谢，前后先心三位一体，永远无变，高万岁，云天主笔，阳光光。
请坐。咱即时，咱为着咱的信仰来祈祷。头仔牧师讲的，要有信心、耐心，还有等待上帝的时间。吼，咱信仰毋是听听的，要有行动。所以要有行动进前，要有耐心。吼，现代人上欠缺的耐心啦。吼，咱要有信仰、耐心，等待上帝做工做主，尊主做大。要有信心来仰望主，然后要有付出你的行动。咱即时，咱为着咱家己来信仰来祈祷。第二头牧师讲着，印尼短选要出发，总是目前有真济困难伫需要阮来去破。总是头我讲过，咱毋是用人的能力，是用上帝智慧、上帝时间。所以我恳求咱的兄弟，为着咱的底选队的出发来祈祷，特别嘛为着咱的信务小组的做工来祈祷。咱为着咱6月初9、16有信务特会事工来祈祷，咱也起咱的双手，咱喊大声主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恳求你施恩带领帮助阮。主，你知你呼召阮，伫即个月，阮要去起定去后印尼闽南要做10天的地选。主，恳求你施恩带领。阮知目前有真济困难，真济事工等待阮去做去克服。就是主啊，阮毋是靠着家己的智慧，毋是靠家己的才调才能，咱是靠上帝你的带领。主，我要用耐心来等候上帝主你的做工，恳求你施恩来带领阮，互阮的万能事拢会超出上帝你的旨意、你的时间的成就。恳求你带领阮的印尼闽南地选会当去做美好的工来应供主你也带领阮阮怎么做信务小组你帮助阮的福长，甲阮的同工会当担心为着福音来得到迷信的灵魂。主你也带领阮。当然帮助阮的教会，阮6月初9到16有信务特会，你圣心主你圣心做工，阮以这2天的特会中间，这彼此的心搁一届受感动，会当归应上帝你的名下得到救恩互因甲因家庭拢得到主你的祝福。阮将阮的事工来交托你，愿上帝你施恩听阮祈祷，施恩听上帝。阮将阮印尼闽南的这底选的事工的筹备，以及阮的乡小组，以及阮信务特会，拢仰望你，愿上帝照你的旨意、照你的时来定着来成就，互阮所做的工，拢得主你所欢喜。愿主你施恩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奉献，请执事来收奉献。请咱起立吟奉献诗。亲爱的主，你是施恩赐福、恩典满满的上帝。
阮感谢你，你赐予阮每一人有好的恩赐，你予阮逐人伫殊荣工商当中，拢有丰盛稳定的上帝你的帮赞。主，阮感谢你，这是阮奉献，要诚做教会逐项事工的路用，愿上帝你接纳。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恳。祝祷加阿姆斯。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咧，对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